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姓黄的男性，因为头壳顶无啥物头毛，看到这网络咧广告生头毛的药水，就随走去银行，甲100多万的定存解约，加在是互这个行员甲主动。医师就表示讲，就算你头毛是用种的，嘛是干那需要开20万左右尔，袂歹甲100几万遐尔济，所以呼吁民众都要互医师来评估，千万唔通去信一寡偏方。 一个查甫人来到银行柜台，就讲要甲109万的定存解约提出来，佮讲要买过头毛水。银行人员听到，随着知影讲可能是诈骗，报警察来处理。他本来要3万多，我自己跟他讲这样2万。这身体不好呢？对啊，那个吃了不知道会不会怎样。 这个查甫人讲，已经70多岁，食到头毛是特别落了，因为伫网络看到过头毛水相关药啊，迄种会跳出来网页广告，就打电话去甲问，要甲买，所以就相信对方，拍算来甲定存解约，汇钱出去。检视黄男的手机资讯跟相关对话记录，并且协助其在网络上走这个药水的广告，均没有相关资讯。 医师表示，目前全台湾查甫的落头毛的比例，40岁以上的大约占2成，65岁以上的大约4成5，大部分拢是基因，也是遗传，也是因为压力受大，落头毛的大约是4万至5万人。因为生发水1瓶的话，大概就几百块钱而已，而且呢，1瓶大约可以用个3到6个月左右不等，所以呢，这样算下来，它是不 符合这个经济效益药物，再来呢，就是有一些医美的疗程也都可以去做一个使用，但是这一切都必须要经过医师的一个指示。医师表示，会落头毛上重要就是要找出真正的原因，嘛会当去找医生检查毛孔的状况，都要对症落药才有效果。嘛提醒民众，莫凊彩去买来路不明药啊，才袂了钱，佮伤身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